一个开场哦，我就感受到破坏国小的小朋友台语拢改练等，嘿，平常时拢较送伫练的啊。树林全部的人拢会教我全部的人哦，嘿对，啊，苹果你咧？我是自出世开始，就是阿爸拢是一直甲我讲台语。就是我刚出世的时阵，因为伊拢叫我吃吃，所以就讲，我刚出世伊就讲吃吃叫阿爸。啊，我迄当初我根唔知，我就在讲阿爸，结果伊听着伊就足欢喜的。啊，尾后我嘛是拢一直甲阿爸讲台语。哦，真正伊迄个开口、迄个腔口讲得足顺足自然的就知影讲厝内面拢咧讲。啊，恁两位咧？阿嬷，你甲阿嬷？甲阿嬷讲。我看我的补妆可能收袂掉，准备接招。现在个，哎，阿江的，过年的时阵会做的，会去庙舞。去庙舞。拜拜。哎呦，庙舞。两个字，困的时阵会用到，当天会用到。当天困的时阵，两个字，密配，哎呦，密配掉。几个字？一个字，是咧创啥用的？食歹饱肚的时阵，看病的时阵，我会放。动作。啊，烧酒啉上济。哦，会去烧酒变瘦啉伤济会安怎？吐。啊，对。